一、守護卡解鎖與着屏。用守護卡時，需要先解鎖着屏，一下開機鍵，然後再撳一下1號鍵就可以解鎖。二、如何撥打緊急求助電話？長撳呢個 SOS 緊急掣，撳到佢有一個圖標出嚟，正在呼叫 SOS 服務佢就會打到客服，有人聽你電話㗎啦。同時預設嘅聯絡人手機亦都會收到報警。三、如何快速撥號？如果123個按鍵已經預設咗聯絡人，保卡解鎖着屏嘅情況下，長撳一下對應嘅按鍵就可以揾到聯絡人。親情號一撥打中，見到呢個心形出嚟就可以放手，佢就會打俾1號。OK， 我哋顯示一下2號，亦都係長撳，親情號二直到呢個撥打中。心形出嚟就會打俾2號。四、如何接聽電話同掛電話？呢個時候有電話打入嚟，我哋只需要撳一下綠色呢個接聽鍵，就可以接聽到電話㗎啦。如果想吸電話呢，就撳一下紅色呢個吸機鍵，就可以㗎啦。